白切雞喺我哋兩廣地區幾乎係家家戶戶都識整嘅，但係識整同整得靚完全係兩碼事。今日我就將廣州酒家傳承60年最傳統嘅白切雞做法分享俾大家。首先，白切雞想要好食，雞一定要靚。一般市場嗰啲溫室大棚飼料雞，就算係叫食神史蒂芬州過嚟都冇用。嗰啲雞用激素催生嘅，腍劈劈，一啲雞味都冇。最好就係用呢種農家散養嘅走地雞，你睇佢啲皮都唔同，顆粒分明，皮肉緊緻。呢啲就係走地運動同靜養嘅區別啦。喺浸佢之前，先用啲鹽捽勻佢全身，因為啲雞平時可能淨係顧住拍拖，成個禮拜都唔沖一次涼。用鹽捽一捽佢，可以去除表皮嗰啲污糟邋遢嘢，然後過清水洗乾淨。下一步，浸雞嘅水先落幾塊薑片同蔥結，可以起到增腥去香嘅作用。想啲雞皮顏色靚嘅話呢，可以落幾粒黃橘子。等到水滾之後，將火關到最細，然之後再將雞放落去。國際慣例3上3落係咁噶啦，目的係令啲雞肉內外受熱均勻。記住，千祈唔能夠大火，白切雞係浸出嚟嘅，唔係煮出嚟嘅。只要保持啲水微微起魚泡咁樣嘅溫度就 OK 啦。睇住時間浸佢25分鐘。喺廣東食白切雞呢，就有2大經典味碟。第一係薑葱醬，去咗皮嘅薑拍散佢，拉出薑絲，然後剁碎，加入啲葱花，滾油一爆，只需要加啲鹽就得啦。其他乜雞精、雞粉、味精千祈唔好放，保持薑葱醬同雞嘅原汁原味。第二個係沙薑豉油，同樣去皮之後拍散剁碎，加入1/3嘅蒜蓉，同樣用滾油爆香佢，然後淨係加入生抽就得啦，乾淨清香。好啦，夠鐘之後將隻雞撈上嚟，想要佢皮爽，一定要過冰水，浸佢2-3分鐘就 OK 啦。最後用出神入化嘅刀工將佢斬件裝盤，咁樣一味冰皮爽脆、鮮甜嫩滑嘅廣東名菜白切雞就搞掂咗啦。如果要問我呢隻咁靚嘅雞喺邊度買嘅呢？視頻左下方嘅小黃車，純正農家走地雞，純五谷粗香餵養，冇飼料冇激素，中意食靚雞嘅朋友不妨試下啦，真係靚嘢嚟噶。白切雞喺我哋兩廣地區幾乎係家家戶戶都識整嘅，但係識整同整得靚完全係兩碼事。今日我就將廣州酒家傳承60年最傳統嘅白切雞做法分享俾大家。首先，白切雞想要好食，雞一定要靚。一般市場嗰啲溫室大棚飼料雞，就算係叫食神史蒂芬州過嚟都冇用。嗰啲雞用激素催生嘅，腍劈劈，一啲雞味都冇。最好就係用呢種農家散養嘅走地雞，你睇佢啲皮都唔同，顆粒分明，皮肉緊緻。呢啲就係走地運動同靜養嘅區別啦。喺浸佢之前，先用啲鹽捽勻佢全身，因為啲雞平時可能淨係顧住拍拖，成個禮拜都唔沖一次涼。用鹽捽一捽佢，可以去除表皮嗰啲污糟邋遢嘢，然後過清水洗乾淨。下一步，浸雞嘅水先落幾塊薑片同蔥結，可以起到增腥去香嘅作用。